自2022年9月29日，每日圣眼光读经，是旧也是新的诫命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约翰一书第2章1节到17节，咱做伙来读。少年人，我写这个是要互恁袂去犯罪。若有人犯罪，咱有义人耶稣基督伫爸的面前做咱的辩护人。伊为着咱的罪，毋但咱的罪，嘛为着全世界的罪做赎罪祭。咱若有伫遵守上帝的诫命，就知咱真正捌上帝。若有人讲我捌上帝，毋过无伫遵守伊的诫命，这人是白贼，伫伊内面无真理。毋过人若遵守上帝的道，上帝的疼就真正伫伊身上完全实现。人若讲伊踮伫上帝内面，应该照耶稣基督的言行生活，安尼就知咱伫上帝内面。亲爱的朋友，我写互恁的，毋是新的诫命，是恁对起头就领受迄个旧的诫命，是恁捌听到的信息。总是我写互恁的诫命，毋通讲是新的，这对基督甲对恁拢是真的，因为黑暗得过去，真光已经照咱。人若讲伊伫光明中，毋过怨恨兄弟也是姊妹，事实伊犹旧伫黑暗中。疼兄弟也是姊妹的人，是伫光明中伫生活，袂致到互人跋倒犯罪。毋过怨恨兄弟也是姊妹的人，是伫黑暗中，伫黑暗中伫生活。毋知要去倒位，因为黑暗互伊的目睭无看见。少年人，我写批互恁，因为靠基督的名，恁的罪已经得到赦免。有了时代，我写批互恁，因为恁认捌对起头就存在迄位。青年人，我写批互恁。因为恁已经有赢过迄个邪恶者。细囝，我写批互恁，因为恁认捌爸。有了时代，我写批互恁，因为恁认捌对起头就存在迄位。青年人，我写批互恁，因为恁勇壮，上帝道踮伫恁内面，佮恁已经有赢过迄个邪恶者。毋通贪爱世间，也是世间的物。若有人贪爱世间，伊就无疼爸。因为一切属世间的，亲像肉体的欲望、目睭的欲望，踮家己的财富顶，拢毋是对爸来，是对世间来的。这世间甲世间的欲望，拢得过去。总是实行上帝旨意的人，永远生存。是旧也是新的命令。新圣诗533首歌词讲着：我真爱讲这故事，上天也讲这故事，永远新鲜的故事，少年听我的主。歌词灵感出自19世纪女诗人凯瑟琳·汉基伊所写的诗《The Old Story》。汉基虽然出世伫英国富裕的家庭，毋过受因老爸影响，自细汉就真关心善车贫苦，也热爱传福音，也捌去南非从事医疗传道。汉基1866年，因为破重病，不得不倒转去英国治疗。伫
休养的期间，伊写出这首长诗，感谢耶稣的救赎大恩。对今仔日的经文，咱好亲像通体会汉基写作这首诗的心情。19世纪理性主义盛行，无论科学的进化论、尼采的哲学，也是马克思主义，拢对当代基督徒产生莫大的影响。汉基所踮的时代，基督徒的处境甲初代教会也真相像。早期教会面临假教师傅讲错误信息，否认耶稣是基督。对约翰一书的作者来讲，否认耶稣是基督，就无法度和差遣耶稣降世的上帝有结连。所以，伊强调基督牺牲家己，赎回世间人的罪。认捌上帝的人，必须遵守上帝的命令。伫21世纪，咱拄到的挑战，并无较输汉基迄时所踮的世代。人类累积的发明互相结合，已经产生巨大力量。以前世代的变化常常是用100年做单元，但毋免10年，世界的形貌思潮就不断推陈换新。尽管伫全球化影响下，世局产生巨大的变化，咱要确信上帝借着圣经对咱讲话。约翰一书作者提醒，爱谨守当初所听到的信息，特别是耶稣教导的彼此相听。若是摩西律法是教世人，着尽心尽性尽力听主上帝，也着听厝边亲像家己。所以，约翰一书作者讲，这个命令是旧的，是对起头着领受的。到伫新约时代，耶稣教示学生的时，也讲：我互恁一条新的诫命，恁着相听。照我听恁安尼，恁嘛着相听。约翰福音13章34节。所以，作者讲，这条律法也是对圣囝上帝来的新的命令。这条是具永生的命令，有伊深奥意义，因为耶稣用家己的性命写这条新命令，佮爱咱学习。当咱彼此相听的时，就会当经历耶稣的性命伫咱中间，甲咱彼此团契，就亲像耶稣基督甲上帝连结合做一体。耶稣强调，恁若相听，众人会对这来知恁是我的门徒。当咱彼此相听，就会当活伫圣囝和圣父的生命内面。默想，彼此相听是老家未步途道的术语，也是具永生的诫命。耶稣无私牺牲舍命的疼，对我实践疼人亲像家己的诫命有甚物提醒？彼此相听是老家未步途道的术语，也是具永生的诫命。耶稣无私牺牲舍命的疼，对我实践疼人亲像家己的诫命有甚物提醒？咱来祈祷，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恳求你帮助我，无论伫教会、家庭，也是任何场域，会当心中看待彼此相听，这个是具永生的命令。佮我会当身体力行，照耶稣基督的言行生活，互人因为安尼认出我是你的门徒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